后来最近来到中华鹿港，最近有一个人专门咧经这个进口车共喊车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个车主受害报案。这个骑奥多麦的男性，下早就像捕头，或者是铁腿啊迄种的技师，在伊的欢喜，看到停伫路边的轿车都共喊玻璃。游客上介多，这个天后宫香客大楼的附近，嘛有车辆来掉水，而且红喊的拢是进口的百万名车。上新的消息，这个共喊车的人已经抓到了。监视器翕到一个男性的技师，停伫路边一台 BMW 车的边啊，用波头甲挡风玻璃泡破。这个技师甲车的玻璃泡破了后，就骑车离开。互伊拍破玻璃车毋拿一台，有一个车主发现了后，赶紧捉起来，想要甲抓起来，但是抓袂到。这个技师拢是离有名的景点，亲像鹿港的四周围，还佫有保养附近，甲足贵的车讲互歹。因拢安尼是讲过啊，我毋捌拄到这状况啊，还是讲第一届拄到这，感觉这人怪怪啊。只是讲大家即摆心情讲感觉安那？惊。受害车主赶紧报案，警方发现讲，这怪人共讲车毋是第一摆啊。8月12日，伊嘛伫天后宫的香客大楼进前，用波头含钢推啊，这类的器具迫害当地民众的车，有12台车拢互伊烧过。经分析歹徒的特征及使用的车辆，已经掌握到辖区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犯嫌。警方讲嫌犯目前嘛无带离复籍地，但是已经联络伊的亲戚朋友，甲人抓到啊。过来就是要调查讲，到底为虾米伊会无缘无故甲别人的车讲互害。